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，拄敢节也叫做搬过节，得要到。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因为惊民众，所以伫找看有甚物法度通害死耶稣。撒旦入去迄个叫做以斯加略的犹大的心内，伊是12使徒的一个。伊去甲祭司长以及圣殿的守卫官参详，看要用甚物法度将耶稣出卖互因。因真欢喜，约要互伊钱。犹大同意，就一直伫找机会，通伫群众无伫因中间的时出卖耶稣。拄敢节就是着太搬过节的羊羔迄日到啦。耶稣找彼得甲约翰，甲因讲：恁去准备搬过节的晚餐，咱通食。因甲伊问：你爱阮伫倒位准备？耶稣甲因讲：恁入去城内，会拄着一个摕水盘的查甫人，恁缀伊去伊要入去迄间厝，甲迄家的主人讲，老师伫问伊甲伊的门徒要食搬过节晚餐的客厅伫倒位。迄人会报恁看楼顶一间宽好势的大厅，恁就伫遐准备。因去看到逐项甲耶稣甲因讲的拢相款，因就伫遐准备搬过节的晚餐。晚餐的时间到，耶稣就坐倒，使徒甲伊做伙坐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受难以前，真爱甲恁食即个搬过节的晚餐。我甲恁讲，即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，我绝对袂阁食。耶稣将杯接过来，感谢了后，讲：恁捧即个杯分互大家啉。我甲恁讲，对现在起，直到上帝国来临，我绝对袂阁啉即个葡萄酒。然后耶稣摕饼，感谢了后，掰开，摕互因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是为着恁献的，恁着做即个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阁照安尼捧杯讲：即个杯是新的约，用我为着恁流出的血设立的。恁看，出卖我迄个人，即阵甲我做伙伸手伫桌顶。因为人子会照上帝的决定离开世间，毋过出卖人子迄个人惨啊！因就问来问去，爱在因中间，甚物人会做即个代志？门徒中间有去争论，看甚物人算上大。耶稣甲因讲：外邦人的君王做主，管辖人民，统治者互人称作君主。总是恁毋是安尼，恁中间上大的，颠倒着诚做上细，做领袖的着诚做服侍的。安尼，甚物人较大？是坐倒食饭的，还是服侍的？敢毋是坐倒的？毋过我伫恁中间是迄个服侍的。恁遮个人伫我的试炼中一直甲我做伙。我的爸将王的权柄赐互我，我嘛安尼将王的权柄赐互恁，互恁通伫我的国度甲我坐倒啉食，搁坐伫宝座审判以色列的12支族。耶稣阁讲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，要亲像拔麦仔安尼甲恁拔。不过我有为着你祈祷，互你袂失去信心，
你回头转来了后，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。彼得因伊讲：主啊，我已经准备便便，要甲你坐监，甲你做伙死。耶稣甲伊讲：彼得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假提以前，你话3遍毋认我。耶稣阁甲门徒讲：以前我找恁出去，叫恁钱地、旅行地、甲话，拢免带。恁欠有欠什么？因应讲拢无。伊就甲因讲：毋过现在有钱地的着大地，有旅行地的嘛着大地，无倒的着卖家己的外袍去买。我甲恁讲，圣经记载，伊互人算做不法的人，即句话一定着伫我的身上应验。圣经记载关于我的代志已经得应验啦。门徒讲：主啊，你看，遮有2支刀。耶稣应讲：到额啦。耶稣出去，照常去橄榄山，门徒缀伊去。到迄个所在，伊甲因讲：着祈祷才袂陷落试探。然后伊离开因到迄石头画到遐远的所在，跪落去祈祷，讲：爸啊，你若肯，求你将即个杯甲我摕开，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着照你的旨意实现。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，来赞伊的力。耶稣非常痛苦，主热切祈祷，伊的肝亲像大点灰滴落地。祈祷煞，耶稣徛起来，倒去门徒遐，看到因为忧闷煞困去，伊就甲因讲：恁若得困，起来祈祷，才袂陷落试探。耶稣还在讲的时，忽然有一群人来，12使徒的一个叫做犹大的，做前带路，伊惊我耶稣要甲伊针。耶稣甲伊讲：犹大，你用喙针来出卖人子哦。耶稣身边的门徒看到在发生的代志，就讲：主啊，阮用刀甲因刣好无？其中有一个甲大祭司的仆人扑落去，甲伊正平的耳仔射起来。耶稣讲：毋通阁动手。耶稣望迄个仆人的耳仔，甲伊医好。耶稣甲遐来要掠伊的祭司长、圣殿的守卫官甲长老讲：恁举刀举棍出来，是咧掠强盗是无？我逐日甲恁伫圣殿，恁无下手甲我掠，毋过这是恁的时，黑暗在掌权啦。因掠耶稣，伊入去大祭司的公馆，彼得离远远缀耶稣，因伫埕的中央起火，围伫火边做伙伫坐，彼得嘛坐伫因中间。有一个女婢看到彼得往火伫坐，紧紧甲伊上讲：这个嘛是耶稣因迄阵的人。彼得毋认讲：你这个查某人，我毋捌伊。过无偌久，另外一个人看到伊讲：你嘛是因迄阵的人。彼得讲：你这个人，我毋是。差不多过1点钟，阁有一个人坚持讲：这个人确实有伫甲耶稣做伙，因为伊嘛是加利利人。毋过彼得讲：你这个人，我毋知你咧讲什么。伊还在讲的时，鸡随时啼。迄时主回头看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主对伊讲的话：今仔日鸡啼以前，
你话三遍毋认我。伊就出去外面大声啼哭。遐个看守耶稣诶人，甲伊戏弄，搁甲伊拍。因用伊诶目睭问伊讲：先知，你甲阮讲，啥人甲你拍？因搁讲真侪话，甲伊侮辱。天光，犹太人诶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聚集，因甲耶稣押去因诶议会，甲伊讲：你若是基督，就甲阮讲。耶稣甲因讲：我若甲恁讲，恁嘛毋信；我问恁，恁嘛毋应。对现在起，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诶正边。众人讲：安尼，你就是上帝诶囝咯？耶稣因因讲：我是恁讲诶。因就讲：咱还需要什么证据？咱已经有听到伊亲嘴讲啦。